可以啊，很好练。我已经感受到你的那个胸肌了。这2天辛苦你了，我们一起做了很多事情，做菜啊干嘛？还好，对不起，我昨天晚上在打呼。他亲你，你要回吻他，先牵手要有仪式感。然后。那个时候他在嘴说喂，然后他喂，宝贝，喂，宝贝你在干嘛？刚吃完面，我就想你啊。